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巴蒂摩的凯伊桥去互一只货船弄甲断去，搜救人员即阵阁找到2个遗体，目前也阁有4个人下落不明。那事发迄当时的录音档也见光啊。加在紧急调度人员有随甲桥封起来，这代志才无变阁较严重。那美国运安会是摕到货船的记录器，确认这船顶有56卡货柜，危险物品有764吨。虽然美国海华防卫队已经宣布停止搜救任务，巴尔的摩货轮弄断大桥事故，暴露水的6位失踪的工人已经无啥可能搁换掉的。不过，唱水员依然伫咧27早起，伫弯桥变形的钢筋内面找人，有发现一台皮卡车甲2位吊伫内底的工人。Shortly before 10 a.m., divers located a red pickup truck submerged in approximately 25 feet of water in the area of the middle span of the bridge. Divers recovered two victims of this tragedy trapped within the vehicle. 目前还有4个工人无找到，因为唱水员无法度到成立指示的区域。当局认为，这款车可能和登记的桥的钢筋暗土地掉下。有一段代志发生去当中，马里兰州紧急调度通话录音显示，调度员伫第一时间就把桥的交通封起来，救到真侪性命。Want me to stop traffic on this site right now? Yeah, if we can stop traffic, just make sure no one's on the bridge right now.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表示，已经去伫这台货船顶摕到航行记录器，不过调查的时间恐惊要12到24个月。NTSB 指出，货轮顶头有56个货柜，内面有装着第9类危险物品，包括锂电池。He was able to identify 56 containers of hazardous materials. That's 764 tons of hazardous materials, mostly corrosives, flammables, and some miscellaneous hazardous materials. NTSB 认为有一寡危险物品有损害现象，因为伫咧河面上有看到真奇怪金光闪闪的情形。马里兰州州长讲，因为凯伊桥对美国的经济真重要，是一定要重建。虽然桥放弃造成巴尔的摩港禁止船通行，引起一寡物流的问题，不过学者认为并未引发重大供应链危机。因为东华其他的港口已经全好准备要处理更加侪货物。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